时序刚刚入秋，柿子还生涩地挂在枝头，正是成为释染原料的好时候。B 站时尚区 UP 主石英所经历的一段时光，被柿子和布料一起记录了下来。这是一个女孩子，所以我呢想给她设计一个包，比较复杂的用钉子啊什么去做，就是感觉好像省帽这一块没有了，所以我主要是考虑这个，就结构上简单，然后呢安装方便，那么就看上去好像比较别致一点，比较时尚一点，就这样一个来。将还没完全成熟的柿子摘下，细心切碎，捣成汁，便制成了天然的染料。这种传统工艺从古代开始便被人们熟练掌握。相比其他常见的草木染，柿染也许更加特别，因为每一次尝试都是轻视的单宁酸和阳光共同完成的作品，满怀微妙的期待。随着晾晒时太阳光线的不同，布会被染成深浅不一的效果。柔软的棉布在反复浸染暴晒后，颜色会逐渐变深，质地也会变得更加坚韧。爸爸，早上好。你好。哎。你来了。你到家里来了。哇，这个很厉害。释然有一种岁月洗礼过的素朴和斑驳，特别接近温暖质朴的木头，带着褶皱与呼吸的棉布与开合自由的榫卯支架结合在一起，仿佛前世今生的际遇，如此妥帖，
而舒展。让我再看你从暖风到雨停，漫漫一天。这个包的这个构造，这个把子就比较小，小呢它用榫帽子，所以我选这个木头比较硬的木头，每个部件全部先一次性画好了之后，然后再去打孔。就是这边有孔。你说你走过的路已远去，孤寂的、迟疑的，唱一首关于生活的歌曲。